Novate Lease 係一種受歡迎嘅汽車融資方案，為僱員提供多種好處。最大嘅好處係喺買車成本、用車開支同減低入息稅方面都可以幫你節省開支。咁 Novate Lease 同用汽車貸款買車有咩分別呢？當你用貸款買車時，貸款同所有用車開支都要用你嘅稅後收入支付。當你選擇 Novate Lease 買車時，你作為僱員，你嘅僱主同財務公司會簽訂一份三方協議，用嚟購買同使用你嘅車輛，咁樣可以帶來相當可觀嘅節省。首先，你可以節省汽車嘅 GST 消費稅。因為喺 Novate Lease 安排下，新車通常無需支付 GST。之後，你可以用稅前收入支付大部分，甚至全部嘅用車開支，包括貸款供款。咁樣可以透過降低應課稅收入，帶來潛在嘅稅務節省。透過將所有用車開支，包括保險、燃油、保養、牌照費、輪胎、洗車同道路救援，整合成每個出糧週期嘅固定供款，你可以安心用車，無需擔心隱藏費用或突發開支，真正無憂無慮。而家講下你嘅車啦，因為透過 Ezway 嘅 Novate Lease， 你可以主導選擇自己心儀嘅車款。你可以選擇任何品牌、任何型號嘅汽車，無論新車定二手車，只要喺租約期滿時仍符合年齡規定，都可以透過車行辦理租賃。透過 EasyDrive， 揾下一部車同樣輕鬆簡單。我哋嘅全國車行網絡，令每一間本地車行都積極爭取你嘅生意。EasyDrive 會搜羅短期優惠同清貨促銷，讓你充分享受我哋專屬嘅車隊折扣。至於條款方面呢， Novate Lease 租期靈活，配合你嘅生活方式，可選1至5年，並享有固定利率供款。審批程序快捷簡單，如情況許可，申請可於24小時內獲批。等我哋幫你揾到你嘅夢想座駕，安排好財務方案，設立預算，將所有費用整合成每個出糧週期嘅單一金額，包括稅前及稅後收入安排。我哋會由專屬、經驗豐富嘅 Ezway 車輛管理專員全程為你管理租約。你只需要睇住自己嘅節省不斷增加，立即前往我哋嘅網站 ezway.net.au 下載應用程式，享受 Ezway 嘅租車體驗。呢份優勢推動你向前。